其实有一个特别的所在吼，其实在地东港人拢无看过因咧烧王船的。你知影是为虾米无？观光客太济咧，观光客太济。啊，因家己人钱袂入去，因让互观光客。啊，是因大家有这样心嘛？应该就是安尼啊，因为自细汉看到大汉，啊，观光客一世人看一摆。啊，所以我来你请，你来观光的，你先安尼。有礼貌的，搞礼数。透早的时阵吼，咧王船会去迄个路顶，大家小巷内底去弄来弄去。这个时阵伊咧创啥物？伊咧收集晦气。甲无好的物件拢吸甲歹物仔炸走。对啦。啊，所以伊送去海边的时阵要甲烧掉，伊就要甲即个歹物仔甲烧掉。所以因遐个在地人吼，伊若看到放炮的时阵，就知影要放火啊嘛。放火伊就走啊，伊无咧看。伊对伊来讲，迄就是一个疫区。所以就无爱看，观光客拢爱去看，就是对，拢去啊拢就是啊，唔是时间嘛，拢是晦气诶。啊，你即摆咧笑阮看是啥物意思啊？你安尼我生气啊！来，过来，你安，来。